2017年，在城中村設計大師的加持下，黃河山舉辦了假宜家的展覽。為了宣傳上有槽點，他調侃地將宜家的 I 改成了 Q， 變為全家家具，並虛構了一個不存在的建築物。而這張海報的誕生，促使黃河山將以前收集的素材以另外一種方式呈現。能夠讓人物理瞬移的8技之家，擁有傳奇88號頂級技師的好望角足療，承諾不生鮮不收錢，殯葬一條龍的極樂堂殯儀大樓。當大樓足夠多的時候，一座賽博城市便誕生了。秃利城有點像是野生設計這個作品的一個延續吧，從一個簡單的向一個更加龐大複雜的一個虛擬城市去轉變吧。秃利城中保留了大量野生設計的精彩案例。為了編排承載這些細節的城市景觀，黃河山會回到他曾經生活過的地方尋找靈感。霍城綜合市場就是我老家那邊的一個菜市場。哇，进來，看这個小拱門，就很典型以前的這種老式的設計。它前面一個拱，然後後面那個牆面甚至還做了一個拱來呼應前面。這女廁旁門口，這個房子挺野生的，就用各種各樣的材料拼在一起。綠色這個窗戶以前是這樣正着放的，現在它在這裡就直接橫着擺在這個地方。70年代的花磚，這個以前肯定是有錢人家。柱頭上還有這種小的設計。旁邊這家也是這樣的，窗戶這邊還專門貼了這個瓷片。上世紀風靡一時的建築材料，構建起秃利城最基礎的質感。